咁大家咧睇咗篇名，睇咗咧題目，亦都睇咗示例咧，咁就開始真正去作答。咁但係作答嘅時候咧，我哋都要留意你嘅用詞一定要非常準確嘅。咁例如咧，近呢幾年我哋都會有啲嘅短題目，咁其實就係需要同學咧寫一個嘅詞語去概括人物嘅性格啦，或者成個嘅環境嘅氣氛嘅。咁但係我哋去作答去選用嗰個詞語嘅時候咧，首先其實你就要判斷咧，我用一個乜嘢嘅詞性，因為呢題譬如我哋問母親的性格，咁好明顯你要寫一個形容詞啦。咁但係你決定咗咧係用形容詞，嗱唔係動詞唔係名詞之後咧係形容詞，你就要決定埋咧嗰個褒貶義啦。咁但係我哋去諗嘅時候咧，都可以思考一下，咦作者嘅媽媽，我哋睇咗嘅全篇文章，亦都睇仔細讀咗個引文之後咧，你發現其實媽媽咧唔係十惡不赦，唔係一個大惡人嚟嘅。作者對媽媽咧都係冇敵意嘅，咁可見咧，其實我哋應該會揀一個嘅褒義詞。咁所以我哋去揀個詞語嘅時候咧，都要留意咧喺成篇文章裏面，其實作者對媽媽嘅感情。咁當然咧，你都要仔細讀咧。其實題目裏面俾你嘅引文。咁而家我哋睇翻咧，其實唔同考生嘅答案，你會發現咧，逢親寫貶義詞嗰啲就即刻拜拜啦。因為如果你話媽媽係固執自負嘅話咧，其實係唔符合喺成篇文章裏面咧作者對媽媽嘅感情嘅。咁你會發現咧，1分同2分嘅答案咧係好接近嘅。咁但係咧，堅持同堅毅嘅分別就在於咧詞性啦。咁因為我哋唔會用一個堅持形容一個人嘅性格，我唔會話堅持的媽媽，堅持係唔可以加個的字變做形容詞嘅。咁而另一個咧就係樂觀同豁達，好似好接近喎。我哋有時答一啲題目形容一個人嘅人生觀咧，我哋都會話佢咪樂觀豁達咯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啊！嗰啲我哋會覺得咧，嗰啲道家思想咪就係樂觀豁達咯咁。咁但係你仔細去諗咧，其實樂觀同豁達咧係兩個意思嚟嘅。其實豁達咧係比較偏向咧係嗰種蘇東坡啦，我哋知道道家色彩啦，微笑以對。咁即係話，就算咧啲向日葵死晒，但係都唔緊要啦。係冇因為咁而唔開心啦，隨他去啦，咁嗰種嘅心情，咁就豁達。咁但係咧喺文中裏面，你見到媽媽咧就話明年老子接着做冇放棄嘅喎，一次衰咗唔緊要，我會捲土重來，東山再起。咁可見咧，其實係比較樂觀同埋積極。咁呢個咧係相對比較準確一啲嘅。咁所以我哋咧除咗去判別嗰個感情色彩、判別個詞性之外咧，亦都要仔細咁去留意咧詞語嘅分別，要有咧留意嗰個文字之間咧有個微妙嘅差異。咁所以留意近義詞咧都唔係亂咁用嘅。咁而啦，我哋去作答一啲嘅長問答嘅時候咧，其實同學都有個缺點嘅，往往咧就寫啲嘢好空泛。好似咧，你係用自己嘅文字作答啦，又好似冇睇過篇文章咁樣。咁我哋要留意咧，卷一係閱讀理解，我哋咧所答嘅所有嘅答案咧都要有文本嘅依據。我寫得嗰句説話咧，我就會知道我睇緊第幾段邊一句咧，提供咗呢個線索，呢個嘅論據俾我。咁記住咧，我哋嘅答案係要言之成理，有理有據嘅。咁例如啦，我哋睇骨子，你留意條題目係話要綜合骨子一文。嗱，呢個文本依據咧係可以睇晒成篇文章嘅，唔係淨係睇某一個段落。睇到文章對我有乜嘢批評咧？其實唔少考生咧都答到係一個貶義嘅詞語去寫佢啦，好傲慢啦，好悲觀啦，好冷漠啦，冇同情心啦。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下面嗰個，佢就話承上題文章如何咧透過對比去突顯上述嘅批評。咁其實好多嘅考生咧都會掌握到做對比嘅話，咪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對比咯。咁最簡單啦，最簡單咧就寫我同埋小姑娘之間嘅分別。你上面答到咧，我係冷漠無情嘅，咁我就會寫小姑娘咧就係重情重義啦。咁但係如果你淨係咁樣寫，只係寫咗個對比啫，咁但係冇具體去答到咧如何喎？咁作者有冇透過一啲好具體嘅事例去突顯呢？咁我哋就會知道原來做人物與人物之間嘅比較嘅時候，我首先當然要指出兩個比較嘅對象，要概括到咧兩者之間嘅特質。呢兩個特質咧應該係南轅北轍，係相反嘅。
但係比較重要咧，其實就係我要援引到恰當嘅文本依據。其實有少少似咧，我哋寫命題作文嘅議論文一樣，你有個論點，嗱而家好似有個論點啊，作者是冷漠無情，我就要提一個論據出嚟。咁但係好多同學咧，其實就會喺提出論據方面咧係非常之粗疏嘅。咁你會見到咧呢一個嘅參考答案，佢都好清楚咧去答題目。人哋問你如何透過對比去突顯批評，咁佢嘅方法咧就係透過小姑娘嘅善良同我嘅冷漠無情做對比。咁但係我哋知道，我答完條題目之後咧，開宗明義回應咗題目，我就要舉例咧去説明啦。咁先寫到咧我嘅言行事蹟，再寫小姑娘，咁兩者係相反啦。咁最後咧再做一個嘅小結嘅。咁你會見到咧呢個4分嘅答案啦，其實佢關於文本依據嘅部分咧佔嘅篇幅係比較多。咁同埋咧會講到一個好具體嘅事件，就係我見到小姑娘慌張走入車廂咧，我係不單止冇同情。咁見到佢冇打開窗嘅時候，仲幸災樂禍冇幫手。嗱，你見到個例子好具體，就係睇住佢打唔開窗，但係我係冷眼旁觀。例子咧係極度具體嘅。咁至於小姑娘咧，其實作者就舉咗一個例子啦，喺文章裏面就係咧拋下骨子。咁啊拋下骨子其實背後咧代表佢雖然好艱苦要離鄉背井，但係可見佢仍然咧係惦記住咧佢嘅弟弟。嗱，呢個係透過人物一個嘅具體嘅行動嘅描寫，然後你要有個少少嘅説明，從而去呈現咧佢嘅重情重義嘅。咁你見到啦，我哋一定要舉一個好飽滿啦、好適切嘅例子。咁所以我哋謹記咧，其實我哋特別係嗰啲綜合全文嗰啲嘅題目咧，我要援引文本依據，甚至咧唔係一個嘅文本依據，咁而令到我嘅答案咧係更加飽滿同埋具體，咁先至咧能夠得到一個上品嘅分數。咁另外咧，我哋有時去睇閱讀理解最好就係話能夠文本細讀就梗係文本細讀，成篇都文本細讀啦。咁但係咧，去到考試嘅時候，兵荒馬亂喎，分分鐘幾百萬上落，時間好趕急啦。我哋未必能夠每一個細節都睇到。咁但係至少咧，其實如果題目佢會話根據下列引文嗰啲，我哋一定要睇得好仔細，要抽絲剝繭嘅。咁例如24年啦，樊城佢就問咗咧手電筒光芒，佢俾咗一個引文俾你。咁其實我自己咧第一次去睇呢條題目嘅時候，都有啲睇漏眼，都會覺得佢就係話手電筒光芒啊嘛，咁我咪淨係咧回應手電筒光芒咯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你會睇到題目有講到咧以下引文，以下引文咧其實中間咧有2句句子嘅喎。如果我淨係睇手電筒光芒咧，我就唔使後面嗰句引文啦，咁你會見到咧，其實嗰個手電筒光芒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其他嘅細節喺你嘅答案裏面咧，你要逐一去回應晒佢。原來咧，無論係手電筒光芒、黑暗、縫隙、撐開，甚至係最後嗰段啊，好似好長咁啊，全部都要回應。咁因為咧呢一度就係引文，就係題目俾咗你，你一定咧係要好清楚地掌握到咧每一個小細節佢嘅象徵意涵。咁但係我哋去作答嘅時候，譬如頭先嗰條題目，哇，好長喎，好多個象徵意義喎，咁我點樣去做啫？點樣去作答咧？其實未必係順住嗰個咧引文去答㗎，你要自己咧重新去組織你嘅答案，令到咧闡述清楚。好多時3分同4分嘅分別咧，往往就在於其實3分咧都好明白嘅，一定係掌握到作者嗰個內容嗰個感受。咁但係咧就兩者之間3同4咧就睇埋個闡述咧係咪清楚，係咪咧條理好分明。咁我哋有時就會做好多唔同嘅閱讀理解題目，你會掌握到咧佢啲嘅題型啦，咁就每類題型佢有獨特嘅一個嘅答題框架。咁但係譬如呢一類嘅題目咧，其實我自己去分析好多唔同嘅篇章，無論係指定文言篇章又好，或者咧係一個閱讀理解，其實你會發現咧好多嘢都可以用前提、形式、成效呢個框架咧去逐步去拆解嘅。因為個黑暗咧，其實就個前提就係作者一家身處嘅境況咯，佢哋就係好艱苦咯，話嗰度咧就好荒蕪啦。咁但係面對一個咁黑暗嘅場景，
其實作者一家如何去應對呢？佢哋就攞住手電筒，咁但係當然唔係就咁寫手電筒啦，要連繫埋咧文章嘅內容，因為我哋象徵意義啊嘛，咁就背後咧表面係攞住個電筒，但係背後就會寫埋咧，其實作者一家喺一個咁黑暗嘅場景裏面咧，好似頭先媽媽嗰題咁，哇，佢仲係堅持咁樣咧，係種向日葵喎。咁而最後咧就係我會睇到個成效，咁成效係點啊？其實佢哋最終咧能夠撐開一道少少縫隙，其實都有盼望嘅喎，哪怕咧只係少少的好似係微不足道嘅，咁但係憑住少少嘅光芒咧，就令到咧其實遠遠近近，甚至咧係從古至今好多唔同嘅流浪之物咧，都向呢度光芒咧去靠攏。咁你見到最後咧，其實喺一個嘅絕望當中，佢哋又揾到啲嘅希望，甚至咧係引領到其他嘅事物咧係走向光芒。咁所以由此可見咧，其實作者係懷住一個希望，係相對比較正面嘅態度嘅。咁所以我哋咧其實用一個前提、形式、成效嘅框架咧去組織嘅話咧，咁我哋就會睇到1、2、3、4咁樣慢慢咧逐個咧去回應唔同事物嘅象徵意義，令到成個框架咧答案咧更加完備啦。咁另外有啲題目咧其實好好嘅，其實你就見到條題目好似好長咁樣啦，咁但係你淨係睇條題目呢一個部分咧，佢就係問你職業和事業有何不同。咁我就用熒光筆咧逐個去夾翻多。第一個要回應嘅就係職業，第二個就係事業。最尾我就講到咧兩者之間嘅不同。咁我哋都係先分述，然後最後咧做一個比較，指出咧兩者嘅差異喺邊度。咁你個答案咧亦都係咧條理分明。咁而咧最後都想反覆提醒大家，大家都會覺得咧中文科好難啊，即係不知從何入手，咁多嘢，即係中文博大精深，咁點算好咧？咁但係其實去到最後呢個階段，除咗你溫咧指定文言篇章之外咧，其實考評局係你最好嘅朋友，大家一定咧係要熟習咧近年嘅試題。其實你唔係淨係做嗰份嘅練習，更加重要咧，你係要知道其實個評分嘅準則。咁所以我哋去做完個閱讀理解咧，唔係就係匆匆地求其就對咗個答案，其實佢唔會再出翻呢篇文章，你背咗個參考答案係冇用嘅。咁但係更加重要咧，你要睇考評報告，要睇到咧其實佢每類題目佢嘅評分原則啦，佢嘅答題框架有時有個步驟嘅，甚至咧睇翻咧考生常犯嘅錯誤。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多啲咧上考評局嘅網站，善用佢嘅資源，睇翻咧其實佢對於每一年唔同 past paper 佢嘅分析嘅。咁特別咧，其實一定咧你要做熟咧就係2、3同埋2、4嘅題目，因為比較貼近咧就係近年嘅一個考評嘅趨勢啦。咁但係亦都咧可以有啲開心大發現，因為如果你做咗近呢幾年嘅題目之後咧，你就會發現，咦？點解有啲唔同嘅咧個評分標準？咁例如23年咧就係問你嗰個老人修結傳聞有何巧妙之處啊？咁其實我教學生嘅時候咧都話巧妙之處即係寫得有乜嘢咁好咯？咁寫啲乜嘢咁好嘅話，通常就兩大個角度去切入啦，就係內容同埋作法兩個方面。咁但係咧講內容要講主旨嘅話咧，其實對於同學嚟講係好難嘅，因為個即係江南係好深，都唔知個阿伯喺度做乜嘢，咁所以自己都唔係好肯定個主旨嘅話咧，咁其實從作法方面去答咧就比較安全啦。咁你咁樣去答嘅時候，其實修結傳聞喎，咁最常見中一同學都識得咧，首尾呼應咯。巧妙之處講埋個好處就令到咧文章嘅結構更加嚴謹啦。咁當年其實無論你係從內容方面再答，定係咧作法方面再答咧，其實你都係可以攞到滿分嘅。咁所以我嗰時咧就教同學，喂，用作法呢個切入點安全一啲。咁但係咧，當我哋做埋2、4年嘅題目裏面，你見到，喂，佢最尾嗰個題咧又問喎，喺末段咧講嗰個100年前嗰個人有咩作用？我哋明明記得咧嗰個人咧喺第一段已經出現過，咁仲唔係首尾呼應，仲唔係咧結構嚴謹？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就係咧，咦，原來我哋睇翻今年嘅評分準則，佢咧其實都俾考生咧係從作法方面去切入嘅。但係，如果你淨係從作法方面去切入咧，
你最多只能夠得下品，而下品係得1分啊！咁一定咧，其實佢要你係從一個嘅內容、主節、作者嘅感受裡面去切入嘅。咁你就會發現玩嘢。咁你明明咧23年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咧，佢問你巧妙之處，其實都係啲作用啊、心意啊、好處啊嗰啲啦。其實咧，考生咧當年其實可能表現得比較差呢一年，因為篇文實在太難啦。咁佢最後咧，其實嗰個評分標準咧係比較寬鬆嘅。咁有考生咧嗱就咁好長啦，首尾呼應，跟住令到成篇文章結構嚴謹、緊密扣連咧，係可以3分嘅。咁但係咧，就算我係弱弱的考生，我唔夠時間啦，我淨係寫4個字，淨係寫首尾呼應都有1分喎。咁但係24年咧，其實條題目係佔4分嘅，4分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淨係寫首尾呼應，當然係0分啦。如果你寫首尾呼應，再加埋少少文本依據，而冇去講到令文章結構更加完整咧，係0分。你一定係首尾呼應、文本依據，再加埋令文章結構更加完整，先至1分。喂，個要求咧好似唔同咗喎，好似高咗喎。咦，有啲問題啦。咁我哋有時再睇多幾年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發現，哇，佢個評分標準咧好似有少少分別。但係咧，你又發現到咧，考評局有啲題目好中意問，就係咧連續咧問咗好多次咧，都係問文章嘅結尾。佢就話咧收結全文，有時佢話有學心意，有時咧表達咗咩作者嘅感情啦，有咩巧妙啦，有乜嘢作用啦。你會發現咧，其實佢喺21年嘅時候咧，其實佢要求你要緊扣主旨。23年問嘅情感當然係要答情感啦，都係同主旨有關啦。23年咧就作法加呢一個嘅主旨都可以。咁24年咧呢一題咧就最好就扣主旨。咁你會發現，咦，原來逢親問收結全文，無論佢問心意、感情、巧妙定係作用咧，答主旨咧就冇死啦，即係最安全嘅喎，反而係。咁並且你會睇到咧，原來有2年咧，佢就俾引文俾你。咁但係俾引文俾你嘅時候咧，咁你就要咧仔細去抽絲剝繭，去睇翻呢段嘅引文咧，其實佢有乜嘢細節，你要逐句去回應翻啦。咁但係23同24咧，佢用一個人嚟做一個收結。原來我去寫嘅時候，我就要扣連嗰個人物，佢有乜嘢嘅特點，而呢啲特點咧，同作者嘅想呈現嘅感情咧，又有乜嘢關係喎？咁但係有時我哋未必咧係會從個人嘅特徵去思考㗎。咁但係我哋今次就會發現，原來嗰個人點解咁多個人唔揀，要揀嗰個人咧？咁嗰個人咧應該有啲咧與別不同之處，佢喺作品裏面咧係不可或缺、無可替代嘅。咁所以我會做咗幾年 past paper 之後，其實我會掌握到咧考評局嘅設題方向，好中意問如何收結啦。佢嘅評分原則咧，其實最好都希望考生咧處處係扣連文章嘅主題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哋會睇到咧，其實一啲上品嘅事例，你會參考到咧唔同嘅題型，佢嘅答題框架，咁同埋咧考生咧，其實一啲常見嘅問題。